特伫即届总统的大选得票超过26%，政坛三卡都的局势慢慢成型。郭文特嘛话讲，4年后要阁出来选总统。为即届郭文特提票的区域来看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甲台中选了上好，摕下超过3成的选票，其中竹北市甲新丰乡更加是摕下着将近4成的选票，样样要变做民众党的铁票区咯。而且支持郭文特的拢真少年，其中这个高中生的族群，4年后就会当投票。学者来分析，白色力量的班地会变大，三卡都的局势会愈来愈明显。我们已经布满了凯道，超过30万人。 选前之夜，民众党伫凯道发出讲有超过30万人收听气势真强。虽然讲无胜选，不过台湾的政坛三卡队的态势慢慢成型。郭文特即摆摕超过26%的得票率，为区域来看，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得票率拢超过3成。其中新竹县竹北市摕到38.33%，新丰乡37.28%，这是伊全台摕到上关票的所在。竹科人口真济人户口设立。 伊摕到第1名，嘛好郭文特输无要紧，有信心再战4年后。我们要把今天当作是我们迈向成功的第一步，这样想就好了。看得出来支持郭文特的人，除了是高知识分子以外，为年纪来看是愈少年愈甜。 为大选前北京高中的模拟投票为例，郭文特甲民众党拢摕到第1。年轻族群就是柯文哲跟民众党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基本盘。现在的一个高中生也很多人对柯文哲有兴趣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当他们20岁有了投票权之后，他们可能也是柯文哲的粉丝跟支持者，也会继续支持民众党。所以可想而知的，民众党的一个选票基础或者是他的一个基本盘，可能会越来越行扩大。 4年后，这少年人支持什么人？什么人才有可能做总统？民进党王义川更加公布一封少年人写的批，认讲若是出来4年，赖清德领导的行政团队无甲少年人好好沟通，佮继续摕一寡数字的吓人，无具体准备的话，最后会失去真侪少年人的票，会兵败如放山。白色力量升起后，抢攻少年的选票，哪力拢唔敢大意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